好，喺我身邊咧就有 B 加偵探嘅男主角阿探，阿探你好。點啊，6號？係啦，咁阿探，今次你又升咗級喎，由 C 加變做 B 加，我想問下嗰個轉變係邊方面嘅咧？係 C 加嘅意思咧，其實就係唔係好叻咯，係嘛？咁啊 B 加咪叻啲，就係咁樣，就係咁咯，即係醒啲咯。B 加嘅時間裏邊咧，就如果我哋嘅 trader 佢之前就係講話咧，上次有鬼幫，今次冇鬼用啊嘛嚇，今次冇鬼，即係話今次我哋就冇咗靈界嘅，但係就成個故事其實都係呢一個角色陳探呢個角色嘅延續嚟嘅。因為今次查一單案件嘅時候，發覺原來嗰個所謂喺裏邊嘅兇手其實係唔簡單嘅，做咗好多故步疑陣嘅嘢，等所有嘅現場嘅證據都唔能夠，你會推測到呢一個人究竟係咩人，個兇手係究竟咩人。然之後當我去查呢個案件嘅時間裏邊，其實會睇到 C 加同 B 加兩個人係同一個角色，但係喺個查案嘅手法上面係有少少唔同咗，同埋係但係都唔叻嘅，最緊要係佢都唔叻嘅，都有啲甩漏嘢喺裏邊嘅。都係甩漏嘢嘅。今次智叔就上一次有份演出啦，今次亦都係繼續演出，又係做我個死黨啦。咁但係阿譚今次咧就係做阿智叔嘅上司，喺度阻攔我嘅。咁啊，因為我唔係真正嘅警察啊嘛，咁我其實係一個即係私家偵探咯，係咯，一個偵探嚟咯。咁變咗喺裏邊有好多遇到好多就係阿譚要插手，就唔俾智叔佢點樣同我兩個一齊去查案嗰個感覺，咁加入咗好多一啲，就變咗成件事又會複雜咗，同埋觀眾睇嘅時候有啲有趣味啲。再次同阿彭順導演合作啦，阿黃你覺得佢係一個點樣嘅導演咧？其實佢係一個好好笑嘅人咯。係咩？有咩好笑嘅咧？佢即係我覺得佢一定係要拍喜劇咯。我話拍恐怖片就嘥咗佢。佢應該拍喜劇。佢一定係要拍喜劇啦。佢人咁好笑。我都係彭順迷嚟嘅，我好中意睇佢拍嗰啲恐怖同埋懸疑片。佢懸疑片同埋一個佢處理一個氣氛。佢係好懂得點樣去處理一個氣氛，佢會令到觀眾會帶到入嗰個情緒裏邊，去跟蹤我同埋嗰個兇手兩個之間嘅周旋。佢係同埋我中意佢個地方咧，其實點解佢係我話俾你聽，佢一定要拍喜劇，係因為佢有好多黑色幽默。其實你睇佢私家偵探嘅時候，其實佢都有啲喜劇感喺裏邊，即係擺喺度。佢擺咗喺戲裏邊，咁大家好緊張嘅時候又會放鬆下。咁我覺得唔會話緊到咧，大家都就嚟爆咗斷啦條橡筋啦，唔會。咁佢會令到你又會輕鬆翻，跟住之後又繼續落。咁我覺得講緊個電影嘅節奏，電影嘅節奏佢又會好緊要嚇。咁所以 B 加偵探其實都會有喺陳探呢個角色，亦都會繼續會保留翻佢一種幽默感喺裏邊。三叉口同父子啊，令成成攞過2次金馬獎啦。今次再演一啲咁突破嘅角色，會唔會令你有攞獎嘅壓力嘅咧？又唔係嘅，其實我覺得提名與否其實亦都要睇當陣時嘅對手啊，或者係評審佢認為你嘅演出係點樣。咁我覺得，所以一直都希望可以演好啲。就算譬如我做咗我香港嘅電影，譬如有時我會係拍咗內地嘅導演嘅電影，可能喺個電影裏頭全部都係國內嘅演員，咁佢揀咗你為一個係香港嘅演員，咁我覺得更加要代表咗香港，即係好似運動員嘅心態，好似一個運動員，好似比賽咁樣嘅感覺、心態啫。咁覺得變咗你亦都唔可以去丟架，尤其是喺呢幾年裏邊，其實我覺得喺我自己嘅表演方面，其實都有啲唔同。係，我哋睇到好明顯見到唔同。希望自己嘅演出係可以能收能放，即係大家會睇到我可以好顛覆嘅一面，亦都可以睇到我收斂嘅一面。咁我覺得呢個係我一直我諗喺呢2-3年裏邊，其實再有一個好唔同嘅變化。